谢谢老师平安，好，温馨平安。观众朋友大家好。观众朋友好。对，咱即几个礼拜拢咧讲迄个爱情对无？啊，阮朋友就讲吼，咱规去开一个系列好啊，叫做什么一线牵，专门介绍人迄个好诶男女朋友安尼吼。老师伊也知影最近吼，有咧流行哦，流行讲吼，迄个什么熟年离婚啊吼，就是讲吼，40岁啊对无吼，40-50岁啊，来吼，已经我熟悉你，你熟悉我，来已经好啊，安尼迄个了解啊，所以无啥物好耍诶，咱来离婚安尼啊吼，嘛无啥物有咧流行这哦，系啊，流行时间毋好哦。对啊，这毋捌听过吼。老师今仔日用即个图啊，足水诶哦。即个是啥物？露水，露水。露水哦，嘿啊，这毋是一种花呢吼，这露水，但是呢，一个仔都无去，但是足水诶吼。所以咱老师今仔要来甲咱讲一个足水诶婚姻对无？哦，到100岁个足咱要继续前礼拜啦。咱前礼拜有讲着李碧嘉甲伊珊两个人怎样见面，结做夫妇，夫妻。因两个就相爱。今仔日讲，咱来看因的个性有啥无共。李碧嘉是咱前礼拜就知影伊是做活泼的，个热情老萝卜毋是叫水互伊啉，爱着互伊啉，毋惊互伊啉，佮家己的老婆拢抢水。有力诶吼，对，个真活泼热情，个真聪明伶俐吼。伊说即个人呢，伊说即个人会讲老实佮故意，无话无句啊。自细汉伊就拢无咧讲话啊，人讲安怎就好。因老爸要甲掠去北咧，要甲伊做小姐，伊也无讲话，无问讲为虾米。所以是故意嘅老实。故在你台。若像即两个人比起来，咱知影像安尼看来，咱知影讲李碧嘉一定是较强势啊。就是讲以后可能拢爱听伊诶。毋过咱看吼，毋是安尼哦。毋过头一摆李碧嘉见着伊说的是。伊就随伫骆驼顶跳落来，会记咧袂？就甲囡仔摕起来暗，就摕被来搭面，就是用伊诶囡仔甲面包起来。对迄点开始，伊看无家己，就是讲伊诶面无，就是讲无够伊为伊要顺趁丈夫，因为伊会顺趁丈夫来享受一世人诶恩爱。这是一个真好诶所在吼，咱个继续看吼。到食老啦，咱即摆看两个人拢已经老啊。拢老壳壳啊吼，拢100岁超过啊吼。伊说目睭花看无啥有。大囝伊说咬拍力。甲老爸在咧聊迄个，就是讲淡仔。开讲啦，有话讲诶，开讲啥拍拉诶代志，因老爸有哪会想到当年我，迄当时我少年诶时，有哪会讲即寡故事啦？所以两个就有话讲。佮有吼，你看伊说咧想法哦，伊说咧讲，即个是大囝呢，我若无祝福伊跳过大囝来祝福迄个细囝，安尼是做无公平诶代志。佮社会风俗也无安尼。因为社会风俗是大囝得上分，有无？所以伊祝福大囝是理所当然啊。咱即摆要讲诶故事是讲伊说祝福大囝，毋过李碧嘉呢认为这是一件糊涂代志，因为讲李碧嘉有人讲李碧嘉疼雅各疼细汉诶，伊说呢就疼大汉诶。毋是讲疼啥，我感觉老爸老母两个囡仔拢疼啦。
因也无犯罪，也无做啥物毋对，有可能无总听，若是讲甲啥物人讲到话安尼尔咯。哦，讲方法无相共。咱来看日本家的想法吼。伫创世纪25章的第20节，上帝甲伊讲，就是上帝甲日本家讲，两国伫你的腹肚内，伊迄阵是大腹肚啦。两族要对你的身躯出，即族会较强迄族，时代的要服侍时势。还未出世就知影。还未出世就知影，你上帝爱。就是要安尼啊，甲伊讲了啊，来，咱来看第2点，日本家的想法。日本家甲以撒讲，伊甲以撒讲我因为遮的迄个人的查某囝，连性命拢无诶，拢毋爱啊。就是因迄个大汉囝的新妇啊。因大汉囝就是以撒有娶2个某，这2个某是迄个人。迄人就是迦南地的人啦，住伫迦南地的人。是。伊讲正个迄人的查某囝连性命都无都毋爱啊。士师马国也娶即所在的查某囝做某，亲像迄人的查某囝迄款，我有啥路用？是，不爱我。大家新妇伫即个所在，咱知影讲。伊差不多袂当忍耐啊，袂当用阮迄款无天无地啊，伊的想法，因为宗教无共，价值观无共，想法无共，逐项无共啊！大家心无绝对袂合。就歹做诶吼，婆媳问题都侪。而且伊来的，甲因翁讲互我。你看咱到遮咱会当看到，日本家是毋是绝对要互伊的细汉囝娶？伊原地本族的人诶某，伊无爱去互伊娶迦南地查某囝。对，对无？无爱我，嘿。对，伊就无爱我。伊日本家并毋是怨恨大汉囝，伊是怨恨大汉囝娶诶某。这真正是问题呢，好听。问题啊。嘿啊，我都解决啊。歹新妇。我都忍耐，可能是拜的神嘛无共啊，因安尼做个冲突，冲突。日本家的行动又开始行动啦。你看日本家真无爱对无？甲以撒甲因翁有冲突，因翁讲要祝福因翁已经甲伊讲甲因大囝讲你去拍蜡，转来煮好食诶，互我食，我通甲你祝福。即个代志日本家听着，其实日本家真关心因爸仔囝。伊若无关心，也知影因咧创啥。因为日本家真关心，所以因咧创啥，日本家拢知。伊就讲：哎哟，你健康搁做好诶，偷听着。伊就想讲，因讲诶话，伊就听着啊。即摆伊就讲安尼袂使，一声落去。伊就讲伊。伫腹肚内是上帝甲伊讲安尼，爱祝福诶是雅各，毋是大汉囝，是细汉囝甲对。佮有拄则咱看见遐原因，所以就甲因诶细汉囝雅各讲，你去羊群遐，甲我掠2只肥诶山羊来，我要甲你诶老爸煮好食诶味素，照伊所害伊诶。伊就讲你去掠来，我要照安尼，因为伊知影讲。食了，因老爸特别甲大囝祝福啊，所以就叫细囝安尼去做，要来骗因老爸。雅各就回答讲：安尼袂使，因我两个手拢有毛啊，我诶皮肤筋骨诶。对。讲话若无共，迄声音若无共，一定互随互掠着，即声伊就袂甲我祝福啊，伊就足惊，毋敢安尼做，甚至。因大汉囝若知影伊来也骗咯，伊若要甲因兄哥相拍，一定输诶啊！因为因兄哥是足粗勇嘛，佮足啊拍啦，伊拢伫厝嘛，伊就毋敢，因老母就甲伊讲，你看27章13节，伊诶老母讲，
我的囝，你鸟的手做归伫我，所以你听我的话去掠来互我。因阿母有哪知影讲安尼做是毋对，所以讲你所有的罪啦，我来担当。所以你要甲做这个代志，对伊本身来讲也无啥物利益啦。伊知影讲伊这是毋对的，这是犯罪的代志，因为欺骗人嘛，欺骗因翁嘛，对无？佮欺骗因大汉囝嘛，一声落去足严重哦。伊知影伊知影有哪会安尼做，因为知影伊要顺探上帝的旨意。这真重要。后来讲，你别甲行动，第二个款的行动，因为已经骗过手啊，骗过手我觉得真正祝福伊食，爱若要着甲伊祝福，也准伊是大囝，祝福了，当要安怎？因为大汉囝讲好，安尼等老爸过身的时，迄一日特别互你死，伊就讲伊要甲刣死啊。我会惊，受气诶，作受气，你别甲着赶紧甲因诶外国讲，但我会惊，你着听我诶话起来，走去合来，我诶兄列班遐，因兄哥列班啊，讲叫伊赶紧去，其实伊足早着想要叫伊去，你别甲足早着想要安尼做，因为你甲咱地娶某。因本族的某，共种族的某啊，一定爱去合咱啊。伊老早顺这个机会讲你去，你较紧去，因为你兄哥要带你。来27章的450。这个是爸爸讲的吼，但我的囝，这句话是因爸爸讲的，毋是老母讲的。老母讲的，这你别家讲的，你别家就讲我的囝，你听我的话起来去合咱，我的日本遐，伊就安尼讲哦。但是讲爱互因老爸同意啊，对无？是。伊安尼讲，伊是安尼讲了，来咱来看，到你的兄受气煞，袂记你对伊所做的事。迄时我就找人带你对遐倒来，我啥事一日失着恁两人啊。你去到时我会叫人去带你转来，当恁遐若无生气的事，是安尼甲伊交代。你要甲做这个代志，伊知影讲要完成什么代志，要做，因哪有甲因翁讲啊？咱来看因翁最后安怎做。你若有缘深爱对方，就是讲。伊虽然食甲真老啊，咱对这因两个讲话甲做诶代志，就知影讲因两个甲非常诶相爱。是，拢有注意对方咧讲啥？拢注意着咧。你别甲诶心愿，你别甲讲叫因囝甲紧去因兄哥遐，暂时避开一下。以前呢帮伊实现。以前。找外国去的时，佮甲伊讲，你毋通带甲咱地查某囝做某，得爱去去大班遐找一个共种族的做某。是。以前呢，咱咧看以前独一个某，你别甲，咱知影所有的领袖做头的人，拢带几个某。足济吼。你着安那共款，逐个拢共款。代表12，还是讲12门。拢共款，独即个意思是带一个某尔，你别甲，所以两个翁仔某是毋是足上好？是，无简单诶吼，以前拢有带几个。创世纪的28章第5节你甲看就知影，以撒找雅各去，这是你别甲意思呢，并且以撒找雅各去，并且老爸找伊去，有无？是毋是某一定有甲以撒讲？以撒从安尼来找雅各去，佮甲伊祝福。伊就去巴旦阿兰，到阿兰人比托利的囝拉班遐，伊是雅各以扫的母舅。是。比托利就是利比加的老爸啦。好。嘛是拉班的老爸。伊去。
所以这个代志安排好，咱就知影讲因两个翁仔某其实有咧沟通，是临时吼。你看，普通咱讲查某人有3款武器啦，可能是无好诶查某人啊，讲一哭二闹三吊斗，哎哟，有无？讲若有拄着代志袂顺，着用哭诶，若无就一直吵闹，若无就吊斗，讲伊要死啊！哎哟，这是武器，但是是歹查某诶3项武器毋通学哦。伊拢无用，有无？你要甲无用，因为伊临时听着要讲沟通就好啊，足侪人讲安尼啊，甲因翁沟通就好啊。无时间通沟通爱几个礼拜，几个月。伊知影，伊知影讲因翁做即个代志，来就要创啥吼？伊拢知影。伊知影，伊拢知影。爱讲即个沟通毋是3两日会当解决，较紧用变诶来到底听上帝。所以这是用法，咱袂当批评伊讲对啊毋对。毋过最后你看哦，雅各去啦，对无？先煞训练雅各，真做一个真成功诶人。佮有因翁以撒，并无怨恨因某，也无骂因某，也无讲你安尼骗我毋对，拢无。对啊，是咩啊？就是知影讲后来知影讲因某安尼做是对诶。下面呢，咱咱个来看最后一张吧，感觉最后一张跑。有啊，但是上帝其实这个代志上帝拢知，上帝拢知。其实上帝咱知影讲上帝主权，意思就是讲上帝老早就有定好雅各，来承接。也要来落来去，因为以前咱来读圣经诶诗篇33章第9节，因为伊一个讲出就有，伊一个命令就徛在。伊讲有就有，伊讲有月亮就有月亮，有日头就有日头，有人就有人伊无需要征求什么人同意啊。所以也无什么大细心诶分别。伊来，咱来看马拉基书第1章2节伊说，敢毋是雅各诶兄嘛？总是我听雅各，伊听雅各，你会使讲伊偏心嘛？是啊，因为一个做伙仔师傅，伊甲共一块土捏一个做贵较贵气诶器皿，一个较粗俗诶器皿，实在捏诶啊。有讲对迄个贵气诶器皿，就是偏心，无安尼吧？迄块土共款诶，伊要捏啥就捏啥，要做啥物功用，伊决定啊。耶稣甲伊学生讲那做人若爱对我着看无家己。我伫遮特别要强调是讲。特别甲看着因翁婿诶头一面，伊是毋是甲面暗起来，互人看无家己，伊家己着看无家己啊，来上趁丈夫。伫遮呢，耶稣讲要军队伊诶人，着爱看无家己，就是讲家己诶个性拢去掉，袂使讲我要创啥，我诶意见，我诶想法拢毋免，你着听上帝就对啊。这就是看无家己诶意思。因为我对前礼拜开始讲诶时候来讲，迄个是上帝要甲耶稣，要甲因诶独生囝娶某，有无？亚伯拉罕要甲伊诶囝以撒娶某，娶着利百加，有无？来上帝要甲伊诶独生囝耶稣娶某，娶啥物人？娶所有对伊诶人。咱拢是伊诶某。所有诶基督徒。所以基督徒。啥物人你要对耶稣，你着看无家己，先用囡仔甲家己暗起来，甲你诶脾气暗起来意思。所以就是一世人对无？一世人无放杀，咱囡仔诶爸母吼。佮咱要看是毋是因某甲以撒骗？以撒是毋是赦免伊？对。虽然做毋对，
咱若小可做毋对，有一寡做毋对，你若相信耶稣，伊就要洗清你的罪。咱的罪得到赦免，伊无计较咱的毋对。那像以撒无计较因某的毋对，伊愿听因某。足好诶吼，有欣赏安尼婚姻无到100岁吼，佮安尼吼，足好诶吼。所以观众朋友，你若有啥物困难诶话，欢迎你来熟悉阮诶上帝哦，会当互你到老拢你谈恋爱，安尼吼。真欢喜，多谢老师今日你甲咱讲诶。谢谢。后礼拜吼，你要过年啊，对无？好，咱过年诶时诶，有一个特别诶节目哦，要邀请人吼来遐讲你诶恁诶国家诶啥物新年吼，所以你若有啥物，你若是跟阮无共诶国家，像我伫泰国吼，老师伫台湾吼，佮有朋友伫马来西亚吼，所以你若有啥物好耍诶代志，你会当甲阮报名吼，来讲即个。应该毋是后礼拜吧？后礼拜。后2礼拜吼，但是咱爱先录影吼，所以会当甲咱报名吼，后礼拜一下暗共款即个时间，台湾8点10分，泰国7点10分，空中再会。即个节目是台湾的台南信教会、泰国启蒙基金会吼。做伙联合主持诶，用台语来开讲吼，多谢你甲咱帮助。今仔日有新诶朋友诶，即个咱想毋捌看过哦吼，介绍一个叫做啥物？即个老师敢捌？老师诶 FB 诶朋友。伊专门咧写台语罗马字，伊诶文章写了真好。是，有写了真好诶，拢用罗马字写文章。好。欢迎你甲阮写歌好耍诶，还是有迄落诶代志哦。好，多谢安尼，大家后礼拜再会，多谢老师平安。